喺超級市場邊款蒜蓉唔會酸呢？大家好，我係梁子玲，歡迎收睇英國放暑假嘅頭炮零記海鮮酒家又限定重開啦！一齊睇下我哋嘅海鮮套餐有咩食啦！充滿屋企味道嘅番茄薯仔鮮魚湯，成日蒸魚悶悶地，試下酸辣開胃嘅泰式焗魔鬼魚，簡單自製蒜蓉醬整個蒜蓉開邊蒸大蝦，最後加埋好似海膽咁 creamy 嘅冰島魚春煎蛋。雖然咁豐富，但係全部材料都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得晒。廣告之後，一齊用海鮮大餐迎接暑假啦！Airsim 係一間成立咗27年嘅香港公司，除咗有實體卡之外，而家出埋 eSIM 版 AirSIM。去外地用 AirSIM 滿足晒上網、打電話兩大需要。假設人已經到咗日本，就可以啟用 AirTalk 打去日本民宿嘅固網電話，喺 Watashi 又或者喺海外打返香港處理銀行問題。海外接聽香港固網電話當然都冇問題。每次購買 AirSIM 數據 plan， 即刻免費送30分鐘 AirTalk 漫遊任打。用咗 AirSIM 之後，唔使插卡槽，唔使換 SIM 卡，唔使怕唔見，方便又環保。AirSIM 覆蓋全球超過100個地區，各式各樣嘅 5G data plan 任君選擇，仲有 AirSIM 24小時真人客戶服務解答各種問題。只要 click 入呢條鏈接，下載 AirSIM Roam 應用程式，出發之前選擇 data plan， 到埗之後啟用，3步就搞掂。喺註冊頁面輸入我嘅專屬優惠字 BAPPERCOOK， 仲可以額外得到3蚊美金嘅儲值額，用嚟買 AirSIM E 數據或者 AirTalk 電話分鐘都得。想上網通話無國界，去呢條鏈接了解多啲啦。好細個開始，我已經好鍾意同屋企人去長洲、去西貢食海鮮。睇開嘅觀眾應該都好感受到我對海鮮嘅熱愛。點解海鮮咁吸引呢？根據維基百科，好多本身冇味嘅蛋白質煮完之後釋放出 glutamate、nucleotide， 令味蕾品嚐到 umami 鮮味。umami 係個日文，umami。喺1個世紀之前，由一位日本教授池田谷曲以科學鑑別出嚟，同酸味、甜味、苦味、鹹味並列為5種基本味覺。例如蝦、蟹、甲殼類海鮮含有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有抑壓苦味嘅功能。煙燻或者發酵過嘅魚含有 inosinate， 都有濃郁嘅 umami。除咗海鮮，冬菇、Parma ham、麵豉、豉油、kimchi、Marmite、芝士、腐乳、紫菜都有 umami。首先飲啖充滿 umami 嘅湯。番茄薯仔鮮魚湯，煲呢個湯嘅2大重點係煎魚同撞魚湯嗰陣要留意嘅細節。用完整一條魚煲湯嘅好處係煲完唔會散晒。喺超級市場常見有2款完整一條魚賣，一款係 Sea Bass 鱸魚，佢肉質嫩啲，魚味 mild 啲，適合蒸；另一款係 Sea Bream 臘魚。佢肉質實少少，魚味濃啲，煲完出嚟啖湯香啲。通常一 pack 已經有2條，佢係嚟自土耳其嘅水域。Sea Bream 有冇覺得好熟口面呢？日本鯛魚燒個樣就係一條 Sea Bream。喺香港街市通常會叫臘魚，例如黃腳臘、黑臘唔同顏色嘅臘魚。煎魚101，抹乾晒血水，避免啲油彈到噼里啪啦。展開真空包裝，空氣走入去之後，等啲血水流晒落底先。再攞臘魚出嚟，放上廚房紙印走多餘血水。條魚已經 gutted， 清走晒內臟，兩邊搽啲鹽，醃一醃令佢入味。另一條都拎埋出嚟，留返煮其他餸，所有血水留返喺個袋度，咁就冇咁惹氣。開始煎魚，用大火落少少油，落魚之前抹乾多最後一次，再放入鑊，耐心大火煎到一面金黃色。然後先反轉煎另一面，唔使反來反去，煎完一面先一面。
加幾片薑，剔走腥味之餘，仲可以令啖湯多一份薑嘅香味。魚頭或者魚身難免有少少水，有水掂到油難免會噗一聲爆一爆，但係做咗盡量印乾水分呢一步，起碼唔會咁得人驚。煎到七七八八，裝入滾水。每個屋企爐頭火力唔同，如果火力好強，隻鑊好熱，我會安全起見，轉做最細火先撞入熱水。落完水之後，先轉返大火。用大火非常重要，佢可以保持湯水滾動，因為令魚湯變成奶白色嘅原理，就係利用煎魚滲出嘅魚油同水不斷碰撞，撞成好多好多細細粒嘅小魚油。呢啲魚油 carry 住煎魚嗰陣，產生出唔同層次嘅魚香，撞散晒滲入湯水，唔單止令魚湯變成混濁奶白色，而且令每一啖湯充滿魚香。由佢大火滾15分鐘，用呢15分鐘準備埋蔬菜類嘅材料。買多個薯仔，3個番茄，我中意落埋1磚豆腐同埋芫茜，咁就可以煮啦。刨走薯仔皮，一開四，再一開四，加3個番茄，洗乾淨，再切件，唔使切太細。一打開蓋，雖然淨係滾咗3個字，但係魚湯已經濃郁咗好多。將薯仔放入去先，滾10分鐘之後放埋番茄入去，全部煲多半個鐘。呢段時間準備埋豆腐。上集麻婆豆腐一出之後，收到好多觀眾作品，見到大家開呢款盒裝日本 Silken Tofu 已經相當熟手，仲未睇切豆腐粒有咩要留意嘅話，快啲重溫呢一集啦！照舊將成塊砧板搬去鑊隔離，等豆腐好似跳水咁，直接由砧板跳入湯裏面，煮完就唔會爛溶溶啦。去開街市買到其他魚又得，中意落紅蘿蔔、粟米都好甜。一個人一餐飲唔晒咁大煲湯，仲可以分第2餐6個米粉，變成番茄薯仔鮮魚湯米粉，超級好味。最後按個人喜好落啲芫茜，試下味落啲鹽。真材實料鮮味爆棚嘅番茄薯仔鮮魚湯，滗碗出嚟飲下先。好濃郁好滑，豆腐係我嘅最愛，番茄都好甜，酸酸地，夏天飲好開胃。然後係泰式焗魔鬼魚，用其他魚都得㗎。2大重點：揀香草同埋紙鮑魚嘅煎法。蒸魚雖然簡單方便，不過日日食都可能有啲悶。如果想轉下花款，可以試下呢一款泰式焗魚。用咩魚其實都 OK， 我就中意趁住 Fish Friday 超級市場魚檔有8折特價嗰陣買魚。今日見到有新鮮嘅 Ray Wings， 15磅1 kilo， 嚿嚿都好大條。有時英國街市我都見過有得賣，佢係嚟自 North Sea 北海。That's it, thank you. Ray Wing 又或者 Skate Wing 喺英國海鮮餐廳成日見到。Morning Skate Wing， 條條骨好分明，一梳梳，食落好方便，肉質好滑，一條骨都食唔到。餐廳通常會用 grill 嘅方法煮俾客人。煮之前簡單抹走多餘嘅水分就 OK。醃料全部都有，我會用 lemongrass 香茅、lime leaf 青檸葉同埋特別介紹 dill 雕草。大家有冇去過越南首都河內食一味地道鑊仔煎魚叫做chả cá lá vòng？香噴噴嘅煎魚配埋檬粉、蝦醬、花生，一路煎一路食，實在好味到難以忘懷。而用嚟煎魚嘅香草就係 dill 雕草。
喺西餐方面，雕草都成日夾住魚一齊出現，尤其是係三文魚。呢一包雕草60p，喺英國本地種嘅 Norfolk， 好近我哋。根據維基百科，雕草有豐富嘅葉酸同埋錳質，係同 chives、parsley 一樣咁常用嘅 herbs。切碎晒香茅，然後係青檸葉，一撕開香味就完全爆發。用手撕會將青檸葉嘅細胞破壞得更加徹底，比用刀切更加香。加個 shallot， 仲有魚露、紹興酒。撈勻晒，準備一張 baking paper， 預好大細。想 baking paper 唔好咁易穿，可以預先揸巢咗先，焗爐紙就會實淨好多。首先鋪上頭先撈好嘅香茅碎，再鋪一層雕草，好似鋪一張床咁，分散佢哋。中意食辣嘅話，可以落一隻辣椒仔，然後將魔鬼魚放上呢張雕草床上面。重複相同步驟，冚一層雕草，冚一層香茅，最後加隻辣椒仔。中意嘅話落埋其他材料都得，例如我雪櫃仲有少少菇，呢款係 woodland mushroom， 隨意撕開佢哋鋪埋入去。對接之後由隻角仔開始，不斷接一個三角形，不斷向裏面接，就算三角形唔係太規則都冇所謂，接到另一面隻角。完美封口就係咁簡單。喺 Cornwall 食到嘅 pasty 切法都係大同小異。暑假如果燒嘢食，用錫紙都可以咁樣包。唔想另外買多條魚嘅話，用頭先煲湯另外嗰條臘魚，用一模一樣嘅做法包埋佢，擺喺雪櫃。第二晚一收工，放入焗爐焗完就可以開餐。用 sea bass fillet 我都試過，非常百搭。prep 一次就解決咗2餐飯啦。放喺個盤上面，擺入預熱好嘅焗爐，用攝氏180度焗20分鐘。熱力會令入面所有香料散發出香味，紙包鎖住蒸汽同香味，令魔鬼魚變得又嫩又多汁。一路焗一路整埋點魚嘅酸辣青檸汁，切幾片青檸出嚟。陣間放喺魔鬼魚上面 garnish， 其餘嘅擠出青檸汁，加啲糖等佢冇咁酸。食得辣嘅話，切隻辣椒仔增加辣味，一斤魚露增加鹹味同鮮味。有煲魚湯嘅話，最後落一斤頭先煲好嘅魚湯，最好係未落番茄之前留起。撈勻晒，聞到已經好醒神。照舊呢個時候試一試味，唔夠鹹嘅話落少少魚露，想甜啲就落少少糖。焗咗20分鐘，魔鬼魚出爐。拆開嘅時候要非常小心，裏面嘅蒸汽好熱，剪一個十字。一打開，裏面就好似收埋咗個泰國咁。撥開最上層嘅香茅碎，香茅纖維比較粗，蒸完攞咗佢個香味就 OK， 唔使食埋。但係下面嘅雕草可以食，放上青檸同埋辣椒仔裝飾，淋埋酸酸辣辣嘅青檸魚湯上去。泰式焗魔鬼魚，魔鬼魚嘅肉質特別甜，夾埋雕草一齊食，就好似去咗河內夜市咁。一夾落去非常滑，點多啲青檸辣汁，非常開胃，啱晒夏天做晚餐。尾二啦，蒜蓉開邊蒸大蝦。2大重點：點樣快速自製蒜蓉醬看門口？點樣解凍開邊？蝦肉唔會霉。呢個餸嘅抵食、方便同好味程度都會令我久唔久就煮一次。有時太忙唔得閒切咁多蒜蓉，有冇啲咩現成嘅方法呢？好多觀眾都話我知，佢試過好多隻蒜蓉都係酸味味嘅。咁我就留心望下唔同蒜蓉後面嘅成分。發覺咧，譬如呢隻有 white wine vinegar， 呢一隻就有 citric acid， 所以食落酸味味。睇咗好多隻之後，終於俾我發現到呢一個由意大利製造嘅 garlic puree， 後面嘅成分 garlic、sunflower oil、salt
同埋 sulfite， 冇寫 acid、vinegar 呢啲字眼。我買咗翻去試，真係冇酸味，係鹹鹹地，酸味都幾香。雖然就冇新鮮切蒜蓉咁正，但係作為 alternatives 慳時間都幾好。呢一支今日特價90p， 係用地中海嘅蒜頭。我好鍾意食蒜蓉，為咗避免每一次都要重新準備，有時會趁住 weekend 或者得閒啲嗰陣，一口氣剝晒2個蒜頭，準備1星期份量嘅蒜蓉醬。除咗慢慢手切之外，上年我喺英國二手慈善店用8磅買咗一個攪拌機，佢曾經喺煎釀三寶嗰集首次出現。攪嗰陣落少少鹽，幫助蒜蓉更加黏。用一個食物盒裝起，落埋細火加熱過嘅油，攤凍少少，倒入去阻隔空氣，可以保護蒜蓉，同一時間令蒜蓉更加香。1星期簡易蒸嗰陣，簡直係大派用場。就係咁，一口氣搞掂，慳翻成個禮拜逐次切蒜蓉洗砧板嘅時間。整蒜蓉開邊蒸大蝦，我滗2大根出嚟，再加蠔油、少少生抽、辣椒碎同埋蔥花，撈勻晒就可以釀大蝦啦。自己切最鮮味最平，安排到時間嘅話食得最開心。然後係買蝦，上年嘅零記海鮮酒家推出嘅白灼蝦，就係用呢款 Raw Jumbo King Prawn。消失咗一排，佢又出現翻啦，8磅半冇加價，一包有20幾隻。佢喺洪都拉斯嚟嘅。買咗包蝦之後，一返到屋企直接打開包裝，將所有急凍蝦放喺燒機上面，下面加個盤裝住陣間會溶嘅水，放入雪櫃，咩都唔使做，隔1晚自然解凍。我會好似工廠生產線咁，一大批做完一步再一步。Step 1，清晒全部腸出嚟，喺尾二嗰節吉入去。一拉就搞掂，再用鉸剪剪開蝦殼，喺蝦頭嗰面開始，當隻蝦彎彎地嗰陣，會多啲空間攝把鉸剪入去。最後好簡單，全部用刀仔切開，開邊就搞掂。最花時間嘅步驟已經搞掂，先苦後甜，陣間蒸5分鐘就食得。用熱水浸泰國米粉5分鐘，超級市場有啲米粉好易一霎就變咗糊咁，呢款嚟自泰國嘅米粉好彈牙，唔會有變糊嘅問題，又冇粉絲咁難消化，亦曾經用佢煮過1星期簡易蒸入面嘅薑汁蒸豬肉。撈埋剩翻嘅蒜蓉醬入米粉度，鋪平晒喺碟底，再將釀好晒嘅蒜蓉蝦好似把線咁一字排開，因為啲蝦蒸熟之後會脹大少少，所以避免排得太密。呢包蝦可以一次過整2碟，無論係1人1碟定係分2餐食，都又豐富又方便。煲滾晒水先，水滾落鑊，大火蒸5分鐘。一定要水滾同一定要大火，咁樣先可以令到蝦肉喺最高溫同最短時間被煮熟，係令蝦肉爽脆唔霉嘅關鍵。橙紅色嘅蝦膏滲埋入米粉裏面，開咗邊，屋企人食得方便啲。一啖咬落去，豐富嘅蒜蓉加爽口嘅蝦肉，食嘅時候脆到嗦嗦聲。蒜蓉撈咗入蝦膏裏面，好似泵大咗啲蝦膏咁。過時過節間呢個餸氣派十足。呢個蒜蓉醬有時我仲會用嚟蒸蠔、蒸聖子，點攞都好好食。最後啦，冰島漁春煎蛋，好似海膽炒蛋嘅感覺。只需要3款材料就煮到。
兩大重點，邊度買到魚春同埋點樣煎呢？最後一樣買嘅材料就係 soft cod rolls， 佢嘅質地有啲似海膽或者牛骨水咁樣。喺英國有冇試過喺炸魚薯條店見到 menu 上面有一個叫做 fish roll， 佢就係將啲 roll 點啲粉漿攞去炸。另一個食法又好似呢個罐頭上面個相咁，好似乾醬搽喺麵包或者夾餅乾嚟食，送下酒咁。食日本嘢或者韓國嘢都會成日見到。呢一盒係嚟自冰島，1.9磅一盒，100% roll。如果第一次買嚟食，打開之後直接食可能會覺得有啲腥，怕腥嘅話，好似我咁用嚟煎蛋，味道類似雞蛋焗魚腸，送飯送酒都一流。將魚春倒晒入碗，切一大輯蔥花，打2隻雞蛋，少少胡椒粉，少少鹽，材料非常簡單，全部撈勻晒。大火預熱油鑊，鑊夠熱之後，倒蛋漿入去。雞蛋未熟之前就好似識得自動補窿咁，唔使急，平均 spread 開啲餡，令每一啖都食到餡。等蛋餅個底煎熟晒定型之後，就可以好輕鬆咁轉嚟轉去，唔會黐底，唔會爛。呢個時候嘅蛋香味香到不得了。煎咗分半鐘左右，反轉。萬一反得唔靚，唔使氣餒，可以用 spatula 鑊鏟修修補補。如果唔成功嘅話，仲有第二個補救方法，加一啲生嘅雞蛋入窿窿度。面對唔完美嘅時候，唔使太快氣餒，冷靜落嚟，可能總有1、2個甚至更多嘅修補方法。煎到兩面金黃色，唔使5分鐘，上碟，加一棵芫茜，魚春煎蛋，極速加餸。食嗰陣落多少少胡椒粉，點啲魚露，蛋香同魚香互相輝映，入口好似海膽咁 buttery。間唔中咬到嘅蔥花，令成個煎蛋多一個層次。金黃色嘅脆邊好香口。簡單3款材料，前後唔使5分鐘，絕對係一個極速加餸嘅好選擇。放盒冰島魚春喺屋企看門口，忽然想加餸，拎起手就有。作為香港人，鍾意食海鮮，可能係一種對漁港嘅情意結。今集片尾唔講咁多啦，不如你哋講多啲，講下暑假想睇我拍啲咩題材啊？無論係第幾年嚟到英國，希望我都可以陪住大家一齊好好享受今個夏天嘅時光啦。夏日炎炎，想朝早快手煮個早餐，即刻 click 入嚟睇埋茶餐廳光速早餐呢一集啦！想支持我哋嘅製作，歡迎加入成為會員，或者試下右下角嘅超級感謝功能，亦可以 share 俾多啲親戚朋友睇，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